嗱，日嘅經節出嚟嘅加拉太6第4節，按樣講釋迦啲，每日責任應該係檢查當下嘅人格，釋迦當下嘅品格，做好或者做壞。嗱，但係呢係講做好，釋迦就可以知道釋迦威風，或者釋迦要上帝合意釋迦。但係呢，因為得上帝交代釋迦也唔是撇人，也唔是講比賽夾人。但係呢，因為呢個加拉太6第5節按樣講釋迦啲，因為到每責任係開釋迦當下嘅負責人，各沙釋迦當下嘅負責人。加拉太6第7節按樣講到，釋迦也唔好定欺騙到，因為到上帝冇可本人騙嘅，攏總釋迦種米，日後釋迦摘米，所以睇身嘅經節講釋迦啲，釋迦射箭你喺度，釋迦唔是撇人，釋迦也唔是持作當下強，做好上帝ยัง要分寸釋迦強，所以釋迦唔是撇人，釋迦係檢查釋迦當下嘅做好或者做唔好嘅，但係呢，攏總人在上帝嘅面前要負責任，你做好也好，做唔好也好，釋迦當下嘅負責任在上帝嘅面前，所以釋迦很有機會射箭你喺度做多好事，榮耀主。第一，釋迦就係要相信上帝，就係耶穌基督，釋迦係救主。釋迦嘅上帝，但係呢，因為咗日後釋迦嘅錯，釋迦嘅罪惡，攏總見能夠赦免釋迦，係講釋迦相信耶穌基督係上帝是嗱，所以先讓釋迦有謙卑嘅心，釋迦嚟承認耶穌基督係上帝，係釋迦射箭你都做到錯，射箭你都做到唔好嘅，釋迦嚟到佢面前，佢嘅討人量，上帝能夠赦免釋迦嘅錯，赦免釋迦嘅罪惡。那上帝祝福大家，阿門。